做乜推人要險危盡喎？cái阿爸打電話嚟，其實緊緊張張、急急忙忙，仲啲講乜嘅？結果一聽到險危打唔轉，仲啲咩回數？阿媽每人都開啲。啊，好咩？好。爸，我轉嚟我咯。轉嚟咯。西谷咩？西谷啊？你話西谷啊？人緊張險危轉做咩喎？係咪講冇，我自己做嘅錯誤，做幾千人要留要 Q，係講裝修下嘅。裝修啊？係啊，裝修好啊？裝修靚嘅好啊？爸，竟然冇醫生叫我錢咯？就講我是人良心嘛，其他就人良心嘛，上兩下我要冇錢咯。你冇錢啊？我啲人太把錢，都得係呢。啊，侬免變咯，我要冇錢。我要咩冇錢啊？誒，要不然咯，你愛個調研錢包愛放心食，我聽講啲最高可以食20萬哦。唔啲啊？錢包啲啊？係哦。打開調研點擊我，再點擊錢包，人哋要計放心食點落去，再點擊激發額度，簡單要求操作，最高可以申請20萬嘅應急額度，到時要你收購點分紅嘅晚上落去，咩就可以咯。靚喎，係哦，我就可加錢喎。靚喎，做乜按後嘅喎？啊，侬係加20萬咯，可加20萬。哎，竟然要做乜唔加喎？你係賴住哦，所以阿爸撞死我兩棟屋要咩唔嘅？cái阿爸係阿爸啊嘛，屌毛講全部是阿本嘅。反正係唔關呀，反正你睇啲去食係，我盡咗，你睇啲食。耶喎，按侬我講哦，我係加講哦，加就加，反正有什麼錯。